每一位病人或者是厝内人，伫面对癌症的反应拢无同。有人知影得癌以后，将面对无数的挑战；嘛有人伫癌症的尾期，积极想要活落来，却袂记只保留一寡时间，好好甲厝内人相处。因此，台南市立病院副院长，同时嘛是血液肿瘤科的医师李阳成，对去年开始开设 Podcast， 听听癌症在说什么的节目。后来陆续开立 YouTube 的频道，甲 FB 粉丝专页，希望借此分享癌症治疗的资讯，甲朋友的故事，甲朋友互动，治病嘛治心。我想我们当初创立这个频道，是希望把一些医疗新知推广给更多需要的观众。当然呢，其实我在20几年的一个从业生涯，在门诊，其实跟病人有很多互动的故事，有很多其实还蛮值得推广，甚至有一些比较心理层次的，还有一些病友互动。所以我都觉得说，我们病友在治疗癌症的时候过程中，有些时候都太专注在病情，忘了跟互动，还要跟家人多留一点时间。所以我希望经过这样一个频道的推广，让我们病人知道说，其实第一个他在治疗的过程中不是很孤单，第二个时间也是很宝贵，你要把握当下，记得要跟家人或者说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哦，不要只是专注在疾病哦。那在抗癌的过程中，其实还希望多给一点自己时间，多爱自己，然后多关心一下家人。相信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些时候故事当然会有一些遗憾哈，但至少你已经在其他人的过程中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哈。一年外来邀请朋友甲专家做伙来分享互动，包括义大癌症病院的副院长饶坤明、台湾安宁之母赵可士教授，甚至是保险的业务，分享运用保险资源等。内面有哀伤，嘛有喜乐，更加有一寡感人的故事。医师希望借此一方面会用传达正确的医疗资讯，另外嘛，互朋友会用得到正向的力量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